海牙之孙，西县之从子也。父阿鲁浑海牙，广德路达鲁花赤。惠山海牙幼孤，延吉父，折弃。夏独养母而家日不给，构衣立时，不以为耻。母丧，哀悔于礼。父丧渡江而封涛作，周人以神龙祭师为言，即仰天大呼曰：吾将父母于先人，神奈何恶我也。封遂止。年若冠，大臣欲比入宿卫。辞曰：吾大父是世祖，以通经号连孟子。今方社科取士，愿读书以科第进，乃入国学积分。至元年，登进士第，授陈侍郎，同知顺州事。有工匠提举马兜拉者，户士夺州民田，同列谓之。惠山海牙志，即至其事。在官基年，用剑者召入使馆，欲修英宗、仁宗、实录，寻拜监察御史。PG 2141。时中书省有大臣贪伪郎籍，即抗张合之，与同列曰：倘以言，则获罪，无知止也。既又合奏明李董阿不当设祭太庙，迁都水监，疏会通河，堤滦，七二水，又修京东闸，立秘书陈会，辅总管府至中，尚书言2月迎佛废财度俗，时论伪之。出迁淮东廉访司事，迁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，继而历迁河东、河南。江西廉访司事，升江南行御史台经历。时山东盐法大坏，已选除都转运使，曾为其越，用课罪，赏赖金币，上尊。至正3年初，行交礼，诏拜侍仪使。明年，欲修辽、金、宋三使，迁崇文太监。自是类迁为河南行省右丞。时有诏发明制绝河，便骚蜀郡，即以不便上言，而10载不用。迁湖广行省右丞，以武昌失守连坐，继而事白，迁江西行省右丞。时所立郡县多陷于贼，乃与平章政事、司徒道同协谋单立，以定守御招捕之策，就除。本道廉访使。未几，江西省至义县，惠山海牙遁往福建。久之，除迁江浙行枢密院事，改拜福建行省右丞，以兵镇延平、邵武。境内以宁。居岁余，奉诏还至省事，总备御史，且督赋税有海。道公京师，朝廷赖焉。迁行宣政院使。明年，拜翰林学士承旨。知制告兼修国史。卒，年70有1。岳鲁不花。岳鲁不花，字彦明，蒙古训都司事。生而容貌魁伟，贤矣。令弃其之。为官，复托铁木耳以千户直数月，因授业于韩信先生，为文下比例就，灿然成章。就是江浙乡为，中其选，居右榜第1。方揭晓，是官孟月中有花相，以而果服其名，人以为义。遂登元统元年进士第，授江侍郎，台州路录事司达鲁花赤。现未有学，乃首建孔子庙，继右言如是为之师，以教后进。
丁外监。至正元年，朝廷例行都水监，以选为其监经历。巡酌广东联访司经历。会廷议将至和决，以行都水监陈肇之比制，改籍贤呆制，除吏部员外郎。奉命至江浙敌粟24万石，至 PG 2142，则地户产之高下，以为敌之多寡，不扰而事急。继而军饷不给。又奉命出敌于江浙，召父老谕曰：今天子宵衣干时，唯恐则不下民而民不得其所耳。然奈盗贼何？夫讨贼者必先粮饷矣。我不辱扰，故命我父来，盖讨贼即所以安民耳。父老其为何？众贤应曰：公言是也。不逾越，粮食已毕。丁母忧中，书遣父且起复，不应。未几，太师右丞相脱南征，辟从军。是都馈饷用书。升吏部郎中，巡拜监察御史，守尚书。言郊庙里甚缺，天子遗公祀南郊，应记太师。既右尚书。言皇太子天下之本，当检老臣重臣为辅导，以成其德。帝皆加纳之。升吏部侍郎，权选于江浙，时称其公允。是朝廷。有见意欲于河间，长卢至局造海船300艘者，越鲁不花即为书。据言其非变。言入中书，武义者，迁工部侍郎。后分部张德。到过河间，明遮拥拜谢曰：为公言，无名其必矣。会方重选首令，以保定密尔金鸡，除保定路达鲁花赤。毕。辞诏谕尊切。保定岁输粮数10万石于新乡，苦服变。越鲁部花请书金仓以便之，俄除吏部尚书。保定父老百数亦阙，言起。刘监郡以抚无名，遂以尚书人之郡事。会贼北渡河，日修成郡。豪为战守据。廷议发5省8卫军出戍外镇，越鲁部花书院刘琦。兵护本郡，遂兼统黑军数千人及团结西山82寨民义军，是大章。贼在清境，皆不利，遁去。升中奉大夫，西上尊嗣，马百匹，辽左增至有差，别将宣敕笔上有功者。诏还为降定使。保定民不忍其去，会相以嗣之。去保定1月而成县矣。朝廷矣。越鲁不花素负名望，令入城招谕之，抵城，贼坚壁不出，民多。窃出夜败者，改大都路达鲁花赤。有执政已故中书令耶律楚才。先营的冒奏与藩僧为业者，越鲁不花革之，促服语。转吏部尚书。会拒贼臣司中具永平，其左雷铁木而不花伪将，是绝备秦。杀之，司中必守岁一间。诏令越鲁不花招抚之，众西南其行。PG 2143。越鲁不花毅然曰：臣死君命，分也，奈何先计祸福哉？谨入城遇贼，贼皆感泣罗拜纳降。还迁翰林侍讲学士，
而复为大都路达鲁花赤。入见帝宣。文革有之若曰：朕以积电之名疲弊，特选尔复无名。尔无峻威，无耻法，或挟权以干辱于非法，其极以闻。是世之初，帝及皇后、皇太子皆遣使赐之酒。有权臣以免议事来谒，乐鲁不花面斥曰：圣训在耳，不敢违。转资善大夫，拜江南行。御史台中丞。必辞之日，帝欲加喜殿慰劳之，且赐以上尊。今必皇太子一书，臣得臣名，四大自赐之。乐鲁不花乃由海盗。屈绍兴为政宽猛不迫。赵敬皆一品为荣禄大夫。继而除浙西。肃镇廉访使。会张士诚据浙西，见王浩、杜甫可与并处，谓之。同受曰：吾家世受国恩，恨不能赐贼以报国，沈乃与贼同处。协令同受据州宰妻子，而逆生木柜中，必以镐揭拖走。至庆元。侍臣部下察知之，遣铁骑100余追至曹娥江，不及而返。俄改山南道廉访使，扶海北而往，到阻海底铁山，遇倭。贼船甚众，乃携同州人力战拒之，倭贼代言投降，弗纳。于是贼即登州绝乐鲁不花，令拜服。乐鲁不花骂曰：吾朝廷重臣，宁为贼败邪？遂遇害。当遇害时，挥家奴纳海刺杀守贼。次子枢密院判官老安执百家奴汉敌，亦死之。同州死士者80余人。是闻朝廷赠书中宣武镇县训议功臣，迎亲荣禄大夫。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上柱国，侍中肃。达里麻什里。达里麻什里，字遵道，切列台氏。其先北方大族6世祖。始居开平。父曰阿剌不花，江西行省参知政事，追封赵国公。是相会。达里麻什里又引命，从师受经史，过目者领解。至正5年，经严选充议使，亦自砥砺于学，晋升先生皆以远大其之。转补御史台议使，遂除御史台赵模。15年，拜监察御史，出 PG 2144。迁山北道肃镇廉访司事，未行，留为詹事院长史。俄迁工部员外郎，复留为常使。明年，除忠义，巡升参议詹事院事。17年，为太子嘉令。18年，历秘书太监、吏部侍郎、御史台京。历中书右司郎中。19年，除刑部尚书，提调南北兵马司巡。辍仕。到逼基甸，人心大恐。达里麻什里能镇之以尽，民事矣。为安。21年，由中书参议升中书参知政事，同知经研事。23年冬，迁上都留守，兼开平府尹，加荣禄大夫，分司徒。领东镇3州，以都转书。24年，朝廷以前中书平章政事塔师铁木儿来为留守。时被罗铁木儿拥兵京师，而皇太子出居于外，
达里麻什里与塔是铁木儿皆以忠义许国，相与结人心以观时变。未几，改授塔是铁木儿为大司农。塔是铁木儿谓达里麻什里曰：我至京师，则至于强城，为意图也。因留不行，是托疾而以备罗铁木儿，命屯兵盖李伯，托付新于宗王也素也不坚，授以金印，比柱上。都知东郊，而以留守善安及兵于瓦吉拉部落。达里麻什里遇之，有礼，善安辞去。备罗铁木儿复调铁木儿，托呼速歌至上都，以守御为名，是亦矛盾。达里麻什里与之周旋，略无几为见于外，而密遣前宗正扎鲁呼赤越鲁铁木儿前通因问于罕哈哈拉海。行书密之愿意老达儿，请即调兵南行。又遣留守司赵摩成攻取兵兴州，访求在贤官吏之有才者，约束东西守巴拉哈赤，虎奔。司纠集丁壮苗军，火铳15相连，一旦布列铁帆干山下。扬言四方秦王之师皆至，铁木儿等大骇，一系东走，其所将兵尽溃。由是达里麻什里增修5倍，臣守一言。25年，皇太子在晋宁，命立上都分省，达视铁木儿为平章政事，达里麻什里为右丞，便宜行事，以固护根本。7月，突兼铁木儿用备罗铁木儿命，以兵犯上都，先遣利用少监铁里割斥至上都，令广备粮系，远亚大军。达里麻什里开城大邑。PG 2145。录之于市，民情乃定。已而突兼铁木儿率铁甲马步军避野而至，呼声动天。达里麻什里斥军事臣守，声明逆顺之礼以安人心。巡视城壁，昼夜不少息。夜遣死士坠城而下，焚其工具而掉。复留守突鲁迷失海牙引兵由小东门出，与之大战卧龙冈，败之。未几，备罗铁木儿伏诛，突兼铁木儿皆崩溃，而上都已安。败。中书右丞兼上都留守，提调虎贲司，加光禄大夫，赐黄金系。人命提调东西守巴拉哈赤。继而上都分省罢，遥授中书平章政事，上都留守，位居第一，立辞不允。明年，诏为大宗正，府也可扎鲁呼赤。又明年，拜太子詹事，奉诏至军中，宣明大义，藩江感阅，迁翰林学士承旨。秋，除知枢密院事、大辅军院事。初，大辅军院之吏，皇太子用完者铁木儿、达尔麻、铁林沙、伯颜铁木儿、李国凤等计，专以备御扩铁木儿，继而政权不一，事务亦乖，各复隐去，而达里麻什里之志，是且无可为者。达里麻什里之卒也，先一系窃削官哈拉章者，阿儿拉氏。阿鲁图孙也，夜梦太祖召见，与之曰：我以勤劳取天下，以传于妥欢铁木儿，而爱由使里达腊不克萧嗣，废坏我家法，苟不及收徒，天命不可保矣。
尔无功成之后，且诚实，故召汝语。汝明旦即以无言告而主即爱由十里达腊。汝不以告，无及及汝。告而不改，则无他有处之。达里麻十里其人数积时事宜者，然。知而不言，将焉用之？吾其先及之矣。明旦，哈剌章入见帝，据以梦告，帝令以告皇太子。彼出，则达里麻十里以无疾而卒。乙 PG 2146列传第33。耶律楚材子祝父。耶律楚材，字敬卿，辽东丹王突遇八世孙。父吕，以学行。是金世宗，特荐亲任，中尚书右丞。楚材生3岁而孤，母杨氏。教之学，极长，博极群书，旁通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术数及事。老依博之说，下笔为文，若素构者。今至，宰相子立事补审院。楚材御史进士科，张宗召如旧制。问以一御术士，时同事者17人，楚材所对独优，遂辟为院。后世为开州同知。真佑2年，宣宗迁变，完颜福兴行尚书事，刘守彦辟为左右司员外郎。太祖定宴，闻其名，召见之。楚材身长8尺，美然鸿身。帝委之，曰：辽今世仇，正为汝学之。对曰：臣父祖常委直视之，既为之臣，敢仇君耶？帝重其言，处之左右。遂呼楚材曰：吾屠撒合理而不明，吾屠撒合理，盖国与常然人也。己卯下6月，帝西讨回国。骂其之日，雨雪3尺，帝疑。吃，楚材曰：玄冥之气，见于盛夏，克敌之真也。庚辰冬，大雷，复问之，对曰：回国主当死于也。后皆宴。下人长8斤，以善造弓箭之于地，因每自经曰：国家方用武耶？虑儒者何用？楚材曰：治弓尚须用工匠，为天下者其可不用治天下将耶？帝闻之甚喜，日渐轻用。西域吏人奏5月望。夜月当时，楚材曰：否。卒不时。明年10月，楚材言月当时，西域人曰不时，至其果18分。壬午8月，长兴见西方。楚材曰：女直将易主矣。明年，金宣宗果死。帝每征讨，必命楚材帛，帝亦自着羊甲，以相服应。指楚材谓太宗曰 PG 2147此人天赐我家，尔后军国数镇，当悉委之。甲申，帝至东应。杜筑铁门关，有一角兽，形如鹿而马尾，其色绿，作人言。谓侍卫者曰：汝主以早还。帝以问楚材，对曰：此瑞兽也，其名决端，能言4方语，好生扼杀。此天降福以告陛下。陛下天之元子，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，愿承天心，以全民命。帝即日班师。丙戌冬，从夏令武诸将争取子女金帛，楚材独收遗书籍。
代皇要财。继而士族并议的代皇哲越。帝自经营西土，魏辖。定制州郡常吏，生杀任秦，治奴人妻女，取货财，兼土田。晏继留后长官时抹贤的捕游贪暴，杀人淫事。楚才闻之泣下，即入奏，请进州郡，非奉喜书，不得善征发，求当大辟者必呆。报违者罪死。于是贪暴之风稍急。晏多惧贼，未系折夜牛，车止富家，取其财物，不与则杀之。时睿宗以皇子监国，是闻。遣中使携楚才往穷治之。楚才巡查得其姓名，皆留后亲属及士。家子进补下狱。其家录中使将缓之，楚才是以祸服中使。据从其言，欲拒录16人于是，晏明始安。己丑秋，太宗将即位，宗亲贤惠，意犹未决。时睿宗为太宗亲帝，故楚才言于睿宗曰：“此宗设大计，宜早定。”睿宗曰：“事犹未及，别择日可乎？”楚才曰：“过是无及日矣。”遂定策，立遗志，乃告亲王察合台曰：“王虽凶，未则臣也。理当拜。王败，则莫敢不拜。”王深然之。即即位，王虑皇族。及臣僚拜帐下。既退，王府楚才曰：“真社稷臣也。国朝尊。属有拜礼自此始。”时朝及后期应死者众，楚才奏曰：“陛下兴。”即位，以诱之。太宗从之。中原府定，民多误触禁往，而国法无赦令。楚才亦请嗣诱。众以为迂，楚才独从容为帝言。诏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务制。且调便宜18事颁天下，其略言：郡宜治常吏牧民，设万。PG 2148。护总军，使士军力敌，以恶交恨。中原之地，才用所出，宜存。续其名，州县非奉上命，敢擅行苛差者罪之。贸易借贷官物者，罪之。蒙古、回古、河西诸人，种地不纳税者死。监主自盗官物者死。应犯死罪者，具由申奏呆报，然后行刑。贡献礼物，为害非轻，身宜尽断。帝悉从之，为贡献一事不允，曰：“彼自愿馈献者，宜听之。”楚才曰：“度害之端，必由于此。”帝曰：“凡卿所奏，无不从者，卿不能从正一事耶？”太祖之事，遂有事西域，为辖经理中原，官吏多聚敛自私，资治巨万，而官无处斥事。晋臣别谍等言，汉人无补于国，可惜空其人以为目的。楚才曰：“陛下将南伐，君须宜有所资。臣均定中原地税、商税、盐、酒、铁冶、山泽之利，遂可得银50万两，帛8万匹，粟40余万石，足以供给，何谓无不哉？”帝曰：“卿是为朕行之。”乃奏立燕京等10路征收客。税使凡常2西用事人，如陈时可、赵访等，皆宽厚长者，及天下之选，
参左皆用审部救人。辛卯秋，帝至云中，实录闲静。领及金伯臣于庭中，帝校尉楚才曰：“汝不去正左右，而能使国用充足，南国之臣，复有如卿者乎？”对曰：“在彼者皆贤于臣，臣不才，故留晏为陛下用。”帝加其谦，赐之酒。即日拜中书令，事无巨细，皆先白之。楚才奏：凡州郡一令常吏专理民事，万户总军政，凡所掌课税，权贵不得轻之。又举镇海、年和，均与之同事，权贵不能平。贤德伯以旧怨，犹及之，赠于宗王曰：“耶律中书令律用轻旧，必有二心，宜奏杀之。”宗王遣使以闻，帝察其诬，则使者罢遣之。属有宋贤德伯不法者，帝命楚才居之。奏曰：“此人倨傲，故意招谤。今将有事南方，他日治之未晚也。”帝思谓侍臣曰：“楚才不教私仇，征宽厚长者，汝曹当效之。中贵可思不花奏采金银一夫及种田西域与栽葡萄户。” PG 2149。帝令于西京宣德袭万余户充之。楚才曰：“先帝遗诏，山后民之朴，无一国人，缓急可用，不宜轻动。今将征河南，请无残民以给此意。帝可其奏。”壬辰春，帝南征，将涉河，召逃难之民，来降者免死。或曰：“此备急则降，缓则走，徒以资敌，不可诱。”楚才请至，其数百，以给将民，使归田里，全活甚众。就至，凡攻城邑。敌以矢石相加者，即为拒命，即克，必杀之。汴梁江夏，大将速步台遣使来言：“今人抗拒持久，师多死伤，城下之日，宜图之。”楚才驰入奏曰：“将士暴露数十年，所欲者土地人民，尔得地无名，将焉用之？”帝犹豫未决。楚才曰：“其巧之功，后藏之家，皆萃于此。若尽杀之，将魔所获。”帝然之。诏罪止完言事，余皆勿问。时必兵居汴者得147万人。楚才又请遣人入城，求孔子后的51代孙元错，奏袭封衍圣公，复以灵庙地，命收太常李乐生及赵明如、梁志、王万庆、赵着等，使执事9京，进讲东宫。又虑大臣子孙，执经解义，彼之圣人之道。至编修所于燕京，经籍所于平阳，由是闻至心焉。时河南出破，俘获甚众，军还，逃者17、8。有旨居庭，逃民及资给者，灭其家，相设一连坐。由是逃者莫敢涉，多剽死道路。楚才从容进曰：“河南既平，民皆陛下赤子，走复何之？奈何因一浮囚，连死数十百人乎？”帝务，命除其境。今之王也，为秦、巩20余州9未下。楚才奏曰：“往年无民逃罪，获瘁于此，
故以死拒战。若许一不杀，将不攻自下矣。诏下，诸臣皆降。甲午，亦及中原民、大臣呼都虎等议，以丁为虎。楚才曰：不可。丁桃，则附魔所出，当以户定之。征之再三，促以户定。时将相大臣有所趋获，往往计留诸郡。楚才因扩户口，并令为民，逆战者死。以为朝议将四征不停。PG 2150。若遣回人征江南，汉人征西域，深得治域之术。楚才曰：不可。中原、西域相去辽远，未至敌境，人马疲乏，兼水土亦夷，及亦将生，宜各从其便。从之。丙申春，诸王大集，帝亲直商赐楚才曰：朕之所以推臣，任亲者，先帝之命也；非亲，则中原无今日。朕所以得安枕者，亲之利也。西域诸国及宋、高丽使者来朝，语多不实，帝止。楚才视之曰：汝国有如此人乎？皆谢曰：无有。待神人也。帝曰：汝等为此言不忘，朕亦度必无此人。有余元者，奏行交抄。楚才曰：今章宗时出行交抄，与前通行，有司以出抄为例，收抄为会，谓之老抄，至以万贯为义一柄。民力困竭，国用匮乏，当为鉴戒。今应造交抄，宜不过万锭。从之。秋7月，呼都虎以民即至，帝亦列州县赐亲王功臣。楚才曰：列土分明，一生嫌隙，不如多以金帛与之。帝曰：以须奈何？楚才曰：若朝廷致力，收其贡赋，遂终颁之，使无善苛征，可也。帝然其计，遂定天下赋税，每2户出司1金，以给国用；5户出司1金，以给诸王功臣汤沐之资的税。中田每亩2升又半，上田3升，下田2升，水田每亩5升。商税30分而1，盐价银1两40斤。既定常赋，朝议矣。为太清。楚才曰：做法于良，其必犹贪，后将有以利尽者，则今已重矣。时工匠制造，靡费官物，10丝8九，楚才请皆考核之，以为定制。时侍臣托欢奏减天下士女，诏下。楚才拟之不行，帝怒。楚才进曰：相则美女20有8人，足备时令。今复选拔，臣恐扰民，欲复奏耳。帝良久曰：可罢之。又欲收民聘马。楚才曰：田残之地，非马所产，今若行之，后必为人害。又从之。丁酉，楚才奏曰：治器者必用良弓，守城者必用儒臣。儒臣之事业，非积数10年，待为一成也。PG 2151。帝曰：果尔，可观其人。楚才曰：请效视之。乃命宣德州宣刻使刘忠随郡考试，以经义、辞赋、论分为3科，如人被俘为奴者，亦令就事，其主逆服遣者死。
的士凡4030人，免为奴者4之一。先是，州郡常吏多借古人引以偿官，袭累数倍，曰羊羔而立，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。楚才奏令本吏相谋，而止永为定制，民间所付者，官为代价之。制议衡量，给服。应立超法，定军书，布地传，民议劝，数政略备，民稍苏习。焉有2道士真常，互立党羽，其一乌其仇之党2人为陶军。结中贵及通事杨为中，执而虐杀之。楚才暗收为中，中贵复诉。楚才为质，帝怒，系楚才，继而自毁，命弑之。楚才不肯解缚。晋曰：臣备为公府，国政所属，陛下出令系臣，已有罪也。当明示百官，罪在不赦。今是臣，是无罪也，岂宜轻易反复？如系小儿，国有大事，何以行焉？众皆失色。帝曰：朕虽为帝，宁无过举耶？乃温言以慰之。楚才因陈实务实策，曰：信赏罚，正民分，给俸禄，观功臣，考殿罪，均科察选。工匠务农桑，定土贡，制漕运，皆切于实务，悉施行之。太原路转运使吕正、副使刘子正以赃抵罪。帝责楚才曰：卿言孔子之教可行，儒者为好人，何故乃有此备？对曰：君父教臣子，亦不欲令宪不义。3纲5常，圣人之明教。有国家者，莫不由之，如天之有日月也。岂得原一夫之师10万？是常行之道，独见废于我朝乎？帝亦乃解。妇人刘乎赌马，射猎发丁，刘廷玉等以银140万两铺，买天下课税。楚才曰：此贪利之徒，往上越下，为害甚大。奏罢之。常曰：兴一利不如除一害，生一事不如省一事。任上以班超之言为平平耳，千古之下，自有定论。后之复浅者，方知无言之不忘也。帝素嗜酒，日与大臣酣饮，楚才屡见。PG 2152。不听，乃持酒槽铁口进曰：屈孽能服务，铁上如此，况五脏乎？帝悟，与近臣曰：汝曹爱君忧国之心，岂有如无屠杀？何理者耶？赏以金帛，敕近臣日进酒3钟而止。自庚寅定刻。税革，至甲午平河南，遂有增县，至戊戌，刻银增至110万两。亦使安天河者，产市镇海，首引奥都拉河蛮铺买课税，又增至220万两。楚才极力辩谏，至声色俱厉，言语涕句。帝曰：尔欲搏斗耶？又曰：尔欲为百姓哭耶？孤令事，行之。楚才力不能止，乃叹息曰：民之困穷，将自此时矣。楚才常与诸王宴，醉卧车中，帝临平也见之，直信其淫。登车，手撼之。楚才熟睡未醒，方怒其扰计，忽开目视，使之。帝至，惊起谢。帝曰：有酒独醉，不与朕同乐耶？
笑而去。楚才不及冠带，持意行宫，帝为置酒，即欢而罢。楚才当国日久，得禄分其亲族，未尝思以观。行省刘敏从。容言之，楚才曰：穆卿之意，但当兹以金帛。若使从政而为法，无不能徇私恩也。遂辛丑2月3日，帝即笃，依言脉已绝。皇后不知所为。召楚才问之，对曰：今任使非人，卖官鬻狱，求系非孤者多。古人一言而善，淫惑退舍，请赦天下囚徒。后即欲行之，楚才曰：非君命不可。俄请帝少苏，因入奏，请四赦。帝以不能言，首肯之。是夜，医者后脉复生，是宣读赦书时也。翌日而抽。冬11月4日，帝将出猎，楚才以太乙术推之，即言其不可，左右皆曰：不其赦，无以为乐。猎5日，帝崩，余行在所。皇后乃马真氏称制，重信兼回，数镇多稳。奥鲁剌。何蛮以获得正柄，庭中悉未复之。楚才面折廷真，言人所难言。人皆为之。癸卯5月，淫惑犯房，楚才奏曰：当有惊扰，然弃无事。居无何，朝廷用兵，士起仓卒，后遂令授甲选复兴，至玉溪。PG 2153。迁以避之。楚才进曰：朝廷天下根本，根本易摇，天下将乱。臣观天道，必无患也。后数日乃定。后以玉宝空指赴奥都剌。何蛮使自书田行之。楚才曰：天下者先帝之天下。朝廷自有宪章，今欲稳之，臣不敢奉诏。是遂止。又有旨凡奥都剌何蛮所见白，令使不为书者，断其手。楚才曰：国之典故，先帝西委老臣，令使何与焉？是若合理，自当奉行，如不可行，死且不避，况节守乎？后不悦。楚才辩论不已，因大声曰：老臣是太祖、太宗30余年，无负于国，皇后一起，能无罪杀臣也。后虽汉之，亦以先朝旧勋，深尽淡焉。甲辰，夏5月，薨于魏，年55。皇后哀悼，复赠圣后。后有赠楚才者，言其在相位日久，天下共富，半入其家。后命进臣马里札复视之，为秦软10余，及古今书画、金石遗文数千卷。至顺元年，赠金国义至银亮左运功臣、太师、上柱国，追封广宁王，是文正。子炫，著字沉重，又聪明，善属文，尤攻其社。楚才薨，祀岭中。书省事，10年23。著上言遗书尽往，遂采历代得正合于时。译者81章已尽。戊午，宪宗征蜀，诏驻领侍卫萧果以从。屡出奇计，攻下城邑，赐以上方金锁甲及内厩葱马。以为宪宗崩，阿里不割叛，助弃妻子，挺身自朔方来归，世祖家其中。
即日召见，赏赐优厚。中统2年，拜中书左丞相。是年冬，诏将兵备御北边，后征兵护从，拜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备。至元年，加光禄大夫。奏定法令37章，吏民辨之。2年，行省。山东魏纪真亥初，清庙雅乐，只有登歌，诏铸制公悬8亿。之5。4年春3月，月5辰，表上之，人请赐名，大臣至，曰可。6月，改荣禄大夫，平章政事。5年，复拜光禄大夫，中书左丞相。10年，迁平章军国重事。13年，诏兼修国史。朝廷有大事，必咨访焉。19年，复拜中书左丞相。20。PG 2154。年冬10月，作布纳直印，妄奏东平人聚谋为逆，间谍幕僚，及党罪囚阿里沙，遂罢免，人没其家资之半，徙居山后。22。年卒，年65。子11人，西征、西伯、西亮、西宽、西肃、西固、西周、西光、西义淮东宣慰使，于师其名。至顺元年，赠推中保德宣立左治功臣，太师，开府仪同3司，上柱国义。宁王，是文忠。年和崇山子南和。年和崇山，金元贵族也。国初为质子，知今将亡，遂委职。焉。太祖赐畜马400匹，使为宿卫官闭蛇翅。从平诸国有功。为凉州，执大旗，指挥6军，守中流矢，不动，以而为侍从官。蜀的试验内廷。因谏曰：臣闻天子以天下为忧，忧之未有不治，忘忧未有能治者也。治久为乐，此忘忧之术也。帝身家，纳之。立中书省，以崇山有积勋，授左丞相。时耶律楚材为右丞相，凡见官吏法，任贤使能，与夫分郡邑，定克赋，通漕运，足国用，多出楚材，而崇山左丞之。太宗7年，从伐宋，赵军。前行中书省事，许以便宜。师入宋境，将怀州邑望封款赋重。山将其民30余万，取定城，天长2邑，不诛1人。复入中书。事，赐中厩马10匹，冠珠袍衣。卒，赠太尉，封魏国公，是。中武10年，召其子江淮安抚使南河，4行军前中书省事。师大。江察罕为寿春7日始下，欲屠其臣，南河曰：不将者，独。守江耳，其民何罪？由是获免。初，世祖伐宋军于汴，南河。晋曰：李坦承国厚恩，坐治一方，然其人多诈，叛无日矣。帝亦患之。中统元年，2000宣抚使。明年，授中书右丞，中兴等路行中书省事。3年，迁秦属五路四川行中书省事。其年，李坦反义都，帝使谕南河曰：卿言犹在耳，坦果反矣。
轻疑。景守西鄙。对曰：臣谨受诏，不敢以西鄙为陛下忧。明 PG 2155年，授中书平章政事。4年，病卒，封魏国公，谥宣昭。子伯，温察儿，知河中府。杨维忠，杨维忠，字彦臣，洪州人。金末，以孤童子侍太宗，之读书，有胆略，太宗弃之。年20，奉命使西域30余国，宣畅国威，夫不正条，彼皆及户口属吏，乃归。帝于是有大用意。皇子扩出伐宋，命为忠于军前行中书省事。克宋枣阳、光化等。军、光、隋、颍、傅等州及襄阳、德安府，凡的名士数十人。收一，洛诸书宋彦都，立宋大儒周敦仪祠，建太极书院，颜如是赵父、王粹等讲授其间，遂通圣贤学，慨然欲以道济天下。拜中书令，太宗崩，太后称制，惟忠以一相复任天下。定宗即位，平阳道段氏官挟撤横字不法，诏惟忠宣慰，为忠案诛之。今王其将武先溃于邓州，余党散入太原，征定监。据大明川，用金开新年号，众至数万，飘掠数千里，召会诸道，兵讨之，不克。惟忠仗节开狱，降其渠帅，余党西平。宪宗即魏元，世祖以太帝镇金连川的开府，专封拜，乃立河南道经略司于汴梁，奏惟忠等为使，比屯田唐、邓、申、豫、松、汝、蔡、习、亳、颍诸州。初，灭金时，以监河桥万户流服为河南道总管，服贪比残酷，虐害夷民20余年。惟忠至，诏服听曰：庶服称疾不至，惟忠设大挺于座，复召之，使谓服曰：汝不奉命，吾以军法从事。服不得已，以数千人拥卫见惟忠。惟忠即握大挺及仆之。数日服死，河南大治。迁陕右四川宣抚使。时诸军帅横齿并民，郭千户者尤甚，杀人之夫而夺其妻。惟忠录之以训，关中肃然。与人曰：吾非好杀，国家纲纪不立，至此被贼害良民，魔所控告，虽欲不去，可乎？遂即位。世祖总统东师，奏惟忠为江淮今湖南北路宣抚使，比见行台。以先起行，宣布恩信，蒙古、汉军诸帅并听节制。诗还卒于 PG 2156。蔡州，年55。中统2年，追谥曰中肃公。PG 2157。列传第34。张柔，张柔，字德刚，益州定兴人，势力浓。柔少慷慨，尚气节，善骑射，以豪侠称。金征右监，河北道起，柔具阻挡保西山东。刘寨，选壮士，结队伍以自卫，道不敢犯。郡人张姓假柔生事，纳刘人女为妻，柔边姓百而还其女。姓汉之，谋结党害柔。魏
己幸有罪当诛，柔救之得免。于是骁勇之士多慕亦从之。中都经略使苗道润陈至授柔定新令，累迁青州防御使。道润表其才，加昭义大将军，遥领永定军节度使，兼雄州管内观察使，权元帅左都监，行元帅府事。继而道润为其父贾禹所杀，禹遣使以好辞来告曰：吾得除道润者，以君不助兵故也。柔怒，斥使者曰：禹杀吾所事，吾食与肉，且未足快意，反以此言相戏耶？遂移袭道润不屈，会益州军士川，示众为之复仇，众皆感泣。是道润麾下何伯祥得道润所佩金虎符以献，因推柔行。经略使事，是闻加骠骑将军，中都留守，兼大兴府尹，本路经略使，行元帅事。戊寅，国兵出紫荆口，柔律所部逆战于琅琊岭，马绝被执。遂以众将，太祖还其就职，得以便宜行事。柔召集不屈，下雄、益、安、保诸州，攻破贾禹于孔山。朱禹剖其心计道润。禹党郭收益将，竟有其众，喜至满城。金真定率5千会兵数万来攻，柔以兵数百出其营战，大破之。陈胜攻完州，下之，获州。左真权慷慨救路，柔义而视之，且身为首，使将不屈以从。己卯，先父来攻，败走之，进拔狼山、齐州、曲阳、诸城寨文。PG 2158之，皆降。继而中山畔，柔引兵围之，与先将隔铁仓战于新乐。刘使中柔汉，折其2尺，拔矢以战，斩首数千级，请稿陈令刘陈，遂拔中山。先父会兵攻满城，柔登城拒战，复为刘使所中。先兵大呼曰：终张柔矣！柔不为动，开门突战，皆败走。略得至古城，单骑入城，欲以祸福，城遂降。又败先于齐州。进攻深泽、宁晋、安平，克之。分遣别将攻下平集、皋城、吴、及栾城诸县，辟得1000余里。由士深，冀以北，真定以东30余城。袁山反侧路而野离等寨，相继降附。1月之间，与先御者凡10有7，每战折胜。方献节于行在所，行赐宣德而已。周军叛，逐其首卢应妻子，据西山码头寨。柔闻之，即弃辎重，还出其计破其寨，而诸叛者归其妻子。加荣禄大夫、河北、东西等路都元帅，号拔都鲁，至官署，将士谦受有差。燕帅禅斥台戍陵柔，柔不为下，乃赠柔于中都行台曰：张柔骁勇无敌，向背直而降，今委以兵柄，战胜攻取，威震河朔，失荆不图，后必难治。常欲杀我，我不敢难也。行台诏柔忧之土士，禅斥台师帐请其上，还以甲旗，明日将杀之。禅斥台一系暴死，柔乃得免。今经略使固安王子昌，善战之名。
与信安张进联兵，阻水为固，远近惮之。柔出其不意，率兵进度，生擒以还。已有真定武先杀其帅使天尼，其弟天则使来求援。柔遣骁将乔为中等率千余骑附之，与先战，败之。遂分遣为中、宋。演略张德，训其鲁，聂苻兼略清、魏、山东。喜书受柔行军迁。户、保州等处都元帅。丙戌，遣将以兵从国王被掳，攻李全余。益都，将之。丁亥，移镇保州。保自兵火之余，荒废者15年。到出没期间，柔为知画市井，定民居，置官谢，引权入城，书沟渠以谢卑师，通商会公，遂至殷父。迁庙学于城东南，增其旧制。PG 2159。人臣从睿宗伐金，与其众曰：吾用兵，杀人多矣，宁无冤者。自今以往，非与敌战，是不杀也。为汴京，柔军于城西北，金兵屡出拒战。柔单骑陷阵，出入数次，今人莫能知。金主自黄陵刚渡河，刺沤麻冈，欲取魏州，柔以兵合击，金主败走睢阳。其臣崔立以汴京将，柔于金帛亦无所取，独入使馆，取金实录，并密府图书，访求其德及燕赵故族10余家，未送。北归，遂为睢阳。金主走汝南，汝南是柴坛为祖，会送孟拱矣。兵粮来会，拱绝其南，潭水河。今人惧，起南门求死战，柔矣。步卒20余突其阵，卒聂苻兼先登，秦二校已归。又遣张信拒其内黄，诸军齐进，金主自杀。汝南既破，下令屠城，亦小笑。复10人以呆，一人冒毒羿，柔问之，状元王恶也，解其父，兵礼之。入朝，太宗立属其战功，颁诸帅上，赐金虎符，升军名万户。以为从皇子扩出拔枣阳，即从大帅太赤公徐丕丁酉，赵屯兵曹武以逼宋。到初9里关，柔欲律所部进往，或言关胜险，宋必设伏，不若与大军俱进。不听，与20骑直前拒关，方解甲而食。宋兵出两山间，为数众，其皆失色，柔单骑持突，溃围。大军既至，遂达曹武，西下圆山诸堡，攻红山寨，破之。遂营山下。柔虑众出掠的他处，宋兵乘虚来袭，柔还与之遇。自旦至暮，凡10余战，大败宋师，斩其将校10有3人。遂会诸军取光州，又进去黄州，破3山寨，至大湖中，得战舰、沿江。接战，必于黄州西北隅。有乘舟出者，柔曰：此真似我系者也。夜必袭无不备，乃分军为3以待之。2鼓时，宋师果至，柔遮击之，俘数百人，溺死者不可计。攻其东门，使时与驻军少却。柔虑死士10余，奋戈大呼，
所向蒲伯，执服而还。宋师惧，请和，乃还军。大帅察罕攻滁州，柔以200骑往。石卢、泗、盱眙、安丰 ，PG 2160。兼宋屯戍相望，斥候甚严，或劝柔勿行，不听，且战且前。凡20余战，彼至滁，察罕以处久不拔，欲解去，柔请决战，从之。既镇，宋骁将出挑战，柔扬阙，宋将交，柔持击之，或即坠地，宋将执柔配夜入其阵，飞石中柔鼻，两军哄，柔得还。果窗复战。夜遣巩彦辉劫其营，焚城东南隅，柔率锐卒57人先登，拔之。己亥，以本官节至河南诸义兵马征形势，河南30余城皆属焉。庚子，赵柔等8万户伐宋。辛丑，升保州为顺天府，赐御衣数袭，名马2，上就马100。柔律师自五河口济淮，略河州诸城，师还，分遣部下将1000人屯田于襄城。察罕奏柔总诸军振起。初，河决于汴，西南入陈留，分而为3，起居其中3单。宋兵是周集之力，筑博、泗、犯汴、洛，以扰河南。柔乃急故起之。东袭中3山嘉禾，顺沙水势，筑连城，结浮梁，为进战退跟之。既敌不敢至，会诸军攻破寿州，柔欲留兵守之，察罕不从。又败宋师于4州，还其上。帐下立嘉谷险阻得罪王走，上便乌柔，直柔以北。大臣多以河门保柔者，促变其屋，险阻伏诛。